讲到台西书毒奖查甫老师的凶手被判无期徒刑，这被害者家属是无度接受，佮落为被害人家属和民间团体今下晡就举行追思白玫瑰的活动，上百名民众就开刀反对废除死刑。这受害者家属也去到司法院陈情，要求维护公平正义，也去到这最高检察署呢，请求检察总长就要提起非常上诉，甲这免死确定的判决呢来辩驳。拒绝判死大法官，被害遗属内未干。被害者的家属和公民团体初三下晡举行白玫瑰追思活动，上百民众伫开道组织手提追思的白花，表达反废死的诉求。个人就是支持反废止，其他人有其他意见。台湾是民主社会，那我也尊重。听了他的经历，你也会想要掉眼泪啊！凶手太残忍了。书毒奖的查某教师洪台时的案件今年是10周年，最高法院引用死刑释宪的说明，认定凶嫌不是上严重的犯罪情节，判决无期徒刑确定。受害查某教师因翁用特别吼出来的声讲，大法官一直话讲犯上严重的罪才会当判死刑，但政府唔捌定义什么叫做犯上严重的罪。判无期徒刑定谳，我就对司法感觉绝望，等是宣判我们家的无期痛苦的徒刑。就是因为大法官的这个判决下来以后，被认为随机杀人不是最严重犯罪，凶手在5度被判死刑之后逃过死刑。现场有真侪国民党立委到场来声援，民进党立委干那王世坚告，就台大声话杀人偿命。不过伫诉的时阵，台下的民众是有真侪意见。我们现行的体制，对，很困难，对加害人，对加害人是何等的呵护，杀人偿命，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。受害者的家属嘛，伫立委的陪同之下，去司法院来陈情，要求维护公平正义。嘛，到最高检察署要求检察总长来提非常上诉，推翻错误引用宪判8亿字的免死确定的判决。还判了8年跟9年，对不对？谁可以接受这样的事实？请不要让他们2个人的责任心跟荣誉感变成笑话。我坚决反对废除死刑。太警案的家属嘛，这起本案敢唔受到宪法法定判决的影响，才造成临时来换法官。对这台南高分院下晡嘛发声明稿，强调讲原受命法官是满40年退休，这会定轮换法官来接班，并无因为宪判2第8号判决的影响，才来换法官的这种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